继续来看这位这个民众党创党的元老朱惠荣，小连续去就本来的节目，讲伊去互约谈的状况，伊甚至讲郭文泰死定了，就是郭文泰这声冤死的。结果朱惠荣家己讲的哦，讲伊昨暝收到民众党的中评会要甲约谈的简讯，讲有党员甲检举，讲伊伤害到民众党。这朱惠荣是去扑扑，讲无排除要来退党。伊嘛架空，甲民众党团的主任陈智菡来呛声。陈智菡今仔日嘛证实，讲确实是有真侪人来检举朱惠荣，甚至可以说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诈骗集团。民众党创党元老朱惠荣不满人讲伊伤害党，和民众党中评会要求明仔载早起10点到中央党部说明。党没有纪律，没有所谓的这个规矩的一个党。我不敢说是不是真的。今天因为群龙无首了，所以随便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家做主。那意外更加是生气，只因为伊本身为了郭文泰的表现，以证人的身份被北检传讯了后，在节目中讲到检方的证据真正是有够详细，并且直接讲郭文泰冤死的，就党中央通知讲爱去说明。朱惠荣昨暝伫面册写文章讲，到底是倒一句话，审款的场合有对党伤害遮严重？更加点到民众党团的主任陈智菡，更加放掉讲，若是党中央甲中评会乌白母者，会甲因先生伫中评会开除前先退党。据我的了解，确实有非常多的检举，但是这些都与我无关。他说我为了钱怎么样算起来，应该也没有他薪水好了。就算事后，民众党台北市党部讲会拨电子配合朱惠荣，伊按照程序说明，是讲党内2个查某人的战争爆发进程，检举人嘛跳出来啊。新竹县党代表候选人施胜玲伫面册写文章讲，检举的人就是伊，搁加朱惠荣话讲，唔通逐项代志拢牵拖到陈智菡。陈智菡本人唔若为施胜玲这篇文章而赞，搁伫下骹留话，多谢胜玲，搁配合一个靠面的表情的符号。党中央间接证实讲，朱惠荣的简讯确实有人检举。安尼做的确和民众党内部的争议是愈来愈严重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